今次就嚟一個簡潔啲嘅髮型教學。喺開始紮頭髮之前，會將所有頭髮捲攣先，咁可以增加返頭髮嘅空氣度啦，同埋髮量嘅。由頭頂開始，大概攞1/3度嘅頭髮，簡單嘅紮一條鬢邊。記住喺紮頭髮之前呢，唔好因為捲完髮就即刻噴 hairspray 定型，咁樣只會令到你更加困難去紮頭嘅。紮完之後呢，就可以攞橡筋綁，然之後再慢慢拉返鬆啲頭髮。拉鬆完之後，就將頭先剩返嘅頭髮再分一半，由前面開始一路紮呢個會侵頭髮落去嘅鬢邊。咁其實成個髮型最高難度呢，就係呢一度啦。咁但係只要練習多幾次就會成功啦。紮完之後同頭先一樣啦，用橡筋綁起，或者你拉完鬆啲頭髮先再綁都冇問題，按個人喜好就可以啦。兩邊呢都要同樣做嘅，咁首先紮完一邊就攞嘅夾住佢，之後我就再紮另一邊。紮完之後，將頭先嗰兩條鬢邊喺後腦嘅方向紮起之後呢，將佢慢慢攝入去你一開始頭頂紮嗰條鬢邊嘅中間，用手指慢慢感覺啲頭髮，然之後由個窿度攝佢入去就可以啦。其實就咁紮完出街都已經好好睇啦，咁但係有時呢，我都係鍾意會將所有頭髮盤起嘅。喺呢個時候就紮最後一條鬢邊，將你剩返嘅頭髮全部鬢成一條，再用橡筋綁起。當然啦，要好似之前啲頭髮咁，都係拉返鬆佢嘅。完成之後就可以將頭先最尾嘅鬢邊慢慢捲成一個髻。如果你話我唔鍾意紮髻嘅，好似頭先條鬢邊咁夾一個髮夾起尾咁都可以。用髮夾或者 U 編將個髻插實之後，就可以用手再作一啲簡單嘅調整，例如將佢哋整返平衡。簡單嚟講，呢個髮型就係用上下左右4條鬢邊就整成，其實呢冇想象中咁難嘅。而且呢個髮型都好啱秋冬㗎，可以突出耳環之餘呢，平時戴帽着大褸啲頭髮都唔會鬱鬱癢癢。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呢個分享啦〜